你有冇諗過，一個普通加油站工人竟然可以比一個哈佛畢業嘅投資銀行家更加有錢？聽落好似唔合理，但呢個故事真係發生過。有一個叫 Ronald Read 嘅人，佢一世都係做加油站工人同清潔工，冇高學歷，冇創業，亦都冇突然發達，生活可以話相當普通。另一邊，Richard Fuscon 係哈佛畢業生，曾經係華爾街投資銀行高層，收入遠遠高過 Ronald Read。如果而家問你邊個最後會更有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揀 Richard Fuscon， 但結果完全相反。Ronald Read 過身之後，留下超過800萬美元資產，而 Richard Fuscon 最後竟然破產。當我第一次睇到呢個故事嘅時候，我即刻有個問題，點解呢？點解一個收入普普通通嘅加油站工人，最後可以累積到咁大筆財富，而一個哈佛畢業、收入高好多倍嘅銀行家，反而守唔住自己嘅錢？如果財富唔係由收入決定，咁究竟係由咩決定？而呢個問題，正正就係今日呢本書想回答嘅問題。致富心態，作者 Morgan Housel 喺書入面講咗一句說話，我覺得非常值得思考。理財成功唔係因為你識嘅嘢比人哋多，而係因為你做得比別人更好。財富從來唔單止係數學，更多時候其實係心理學。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寫呢本書嘅 Morgan Housel 到底係何方神聖？佢係華爾街頂級嘅財經作家，但喺佢多年研究投資行為嘅過程入面，佢發現咗一個超級諷刺嘅真相。你身邊有冇一種人，名牌大學畢業，做高層，年薪百萬，甚至對住啲財務報表可以倒背如流，但偏偏投資次次都損手爛腳，甚至輸到破產。相反，有啲阿伯阿婆連股票 app 都未必識用，但分分鐘身家厚過你同我。點解會咁離譜？作者一語道破，理財成功與否同你個 IQ 真係冇乜關係。投資失敗嘅人絕對唔係因為蠢，理財成功嘅人亦都唔見得特別聰明。問題唔係出喺你個腦，而係出喺你嘅行為。因為理財得20%係數學，剩低個80%全部都係心理學。你知道低買高賣係常識，但當個市一日跌30%嗰陣，你隻手依然會震住咁沽出。你知道儲錢好重要，但一見到名牌大減價或者最新款 iPhone， 你依然會同自己講買埋呢次啦。呢個觀點真係完全顛覆咗我嘅認知。我哋一直以為發達係要靠計數叻，靠讀多啲書，但原來決定你能唔能夠累積財富嘅，從來都唔係你知道啲咩知識，而係你控唔控制到自己做啲咩。而全書第一個亦係最顛覆我認知嘅觀念就係，財富根本唔等於你嘅收入。你賺幾多錢同你有幾有錢，其實真係兩回事。因為大部分人對財富都有一個誤解，我哋好容易將財富同消費畫上等號。見到有人揸名車，就覺得佢一定好有錢；見到有人住豪宅，就覺得佢一定好成功；見到有人成身名牌，就自然覺得佢財務狀況唔錯。但作者話，其實呢啲全部都唔係財富，甚至可以話呢啲只係花咗出去嘅錢。真正嘅財富往往係你睇唔到嘅。作者喺書入面有一句非常經典嘅說話 ：Wealth is what you don't see。財富係你睇唔到嘅嘢，係銀行戶口入面嘅存款，係投資戶口入面嘅資產，係你冇花出去嘅錢。而 Ronald Read 就係最好嘅例子。佢一世都唔算高收入，冇創業，冇做高層，冇突然發達。佢做過加油站工人，亦做過清潔工，收入可以話非常普通。但佢有一個習慣，就係儲蓄。佢生活一直都好簡單，開舊車，住舊樓，唔追求奢侈消費，將儲落嚟嘅錢長期投資喺股票市場，一年又一年，10年又10年，最後當佢離開世界嘅時候，留下超過800萬美元資產。呢個故事最震撼嘅地方，唔係因為佢識得揀神股，亦唔係因為佢特別聰明，而係因為佢明白一件事：財富唔係你賺幾多，而係你留低咗幾多。高收入未必等於富有，但高儲蓄率往往先係累積財富嘅開始。而講到呢度，作者又提出咗另一個更加顛覆嘅觀念：好多時候知道正確答案其實冇乜用，真正困難嘅係
你能唔能夠一直做落去？而講到呢度，作者提出咗一個全書我最中意嘅觀念：Reasonable is better than rational。翻譯做中文，大概可以理解成合理比理性更重要。聽落好似有啲奇怪，理性唔係應該最好咩？但作者話，現實世界入面最理性嘅選擇未必係最好嘅選擇。例如投資，理論上長期持有100%股票，回報有機會最高。但問題係，你真係頂得順？試想象一下，如果你辛辛苦苦儲咗100萬，結果半年之內變成50萬，你仲會唔會冷靜咁坐喺度，同自己講冇事嘅，20年後會升嘅？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做唔到。所以問題從來唔係你知唔知道正確答案，而係當壓力真正出現嘅時候，你仲做唔做到正確嘅事？作者認為，最好嘅投資策略未必係回報最高嗰個，而係你能夠堅持幾十年嗰個。因為只要中途放棄，再完美嘅計劃都冇意義。而我覺得呢個道理其實唔單止適用喺投資，生活入面好多事情都一樣。例如做運動，大家都知道運動有益，但有幾多人真係可以每星期堅持3次？例如睇書，買書好容易，睇完一本書反而困難。又例如學習一項技能，最完美嘅計劃未必係最好嘅計劃，反而係嗰個簡單到你願意日日做，而且可以一直堅持落去嘅方法，先至最有效。因為人生好多時候唔係輸俾無知，而係輸俾無法持續。而呢個觀念亦引出咗作者另一個非常重要嘅發現：原來財富增長最大嘅秘密，可能唔係天分，甚至唔係智商，而係時間。而講到時間，就不得不提一個人——巴菲特。講起巴菲特，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諗到投資天才、股神、選股高手，甚至有人覺得佢嘅成功根本無法複製，因為佢實在太聰明。但作者提出咗一個幾有趣嘅觀點：如果我哋將巴菲特今日擁有嘅財富全部歸功於天分，其實未必完全公平，因為巴菲特真正最大嘅優勢可能唔係智商，而係時間。作者做過一個計算，巴菲特喺好細個嘅時候已經開始投資，而且一直投資到90幾歲，前後後超過70年。70年係咩概念？即係大部分人一生工作時間咁長，都未必有70年。而更加令人震驚嘅係，巴菲特絕大部分財富其實都係50歲之後先累積出嚟。換句話講，如果巴菲特50歲退休，今日我哋可能根本唔會認識佢，佢依然會係一個成功投資者，但未必會成為全世界最出名嘅股神。而呢個例子想講嘅，其實唔係巴菲特有幾勁，而係複利有幾勁。好多人以為複利最重要嘅係高回報，所以不停追求下一隻神股、下一個投資機會。但作者認為，複利真正嘅秘密從來都唔係回報率，而係時間。因為時間越長，複利嘅效果就會越誇張。而時間呢樣嘢，偏偏係大部分人最冇耐性等待嘅。我覺得作者有一句意思非常值得記住：耐性可能係投資世界入面最被低估嘅能力。因為好多人輸，唔係輸喺能力，唔係輸喺知識，而係輸喺等唔到。而當你明白咗呢一點，你就會開始發現，人生入面其實有好多事情都唔係即時見效，而係需要時間慢慢累積。但即使你願意等待，有一樣嘢依然會影響最終結果，而嗰樣嘢就叫做運氣。作者提出咗另一個好值得思考嘅觀點，就係運氣同風險永遠都存在。我哋好中意研究成功人士，睇佢哋嘅訪問，睇佢哋嘅習慣，睇佢哋做過啲乜，希望複製佢哋嘅成功。但作者提醒我哋，成功從來都唔係100%由努力決定，運氣亦都扮演住重要角色。例如 Bill Gates， 無可否認佢非常聰明，亦非常努力。但作者指出，佢同時都非常幸運，因為喺當年，大部分學生根本接觸唔到電腦，但 Bill Gates 讀嘅學校啱啱好有電腦設備，而且可以俾學生自由使用。呢個機會令佢比同年代好多人更早接觸程式設計。當然，有機會唔代表一定成功。Bill Gates 自己都付出咗巨大努力，但如果冇呢個機會，
結果會唔會完全一樣？其實冇人知道。而調轉睇，有幾多同樣努力、同樣有能力嘅人，因為欠缺機會，最後冇被世界看見。我哋同樣唔知道。所以作者認為，當我哋睇成功故事嘅時候，應該學習當中嘅原則，而唔係迷信當中嘅結果。因為結果入面往往包含咗我哋睇唔到嘅運氣因素。而呢個觀念其實令我幾有感觸，因為佢提醒我哋，成功嘅時候唔需要覺得全部都係自己功勞，失敗嘅時候亦唔需要將所有責任都推到自己身上。有啲事情確實超出我哋控制範圍。當你理解運氣同風險永遠存在，你會對成功多一分謙卑，對失敗多一分寬容。而講到最後，作者其實想帶出一個更重要嘅問題：如果金錢唔係為咗炫耀，如果財富唔係單純追求一個數字，咁我哋努力賺錢究竟又係為咗乜呢？如果講到最後，我覺得致富心態最重要嘅觀念，其實唔係投資，亦唔係儲錢，而係重新思考金錢嘅真正價值。我哋由細到大都好容易覺得賺錢係為咗買更大嘅屋、更貴嘅車、更多名牌，或者向其他人證明自己成功。但作者認為，金錢真正嘅價值從來唔係炫耀，而係選擇權。因為當你有足夠財務能力嘅時候，你可以選擇做咩工作，亦可以選擇唔做咩工作。你可以選擇點樣生活，而唔係被生活推住走。你可以選擇將時間放喺邊度，而唔需要每一個決定都只考慮金錢。作者曾經講過一句我好中意嘅說話：Money's greatest value is its ability to give you control over your time。金錢最大嘅價值係俾你掌控自己時間嘅能力。試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日你遇到一份工作，人工好高，但每日都令你好痛苦，你有冇能力拒絕？如果家人突然需要你照顧，你有冇能力抽出時間陪伴佢哋？如果你一直有一件想做嘅事，例如創業、學習新技能或者轉換人生方向，你有冇能力俾自己一個機會去試？其實好多人努力工作、努力儲蓄、努力投資，背後真正追求嘅未必係一個銀行戶口上面嘅數字，而係嗰份安心感、嗰份自主權，以及面對人生選擇時嘅自由。而我覺得呢個先係作者想講嘅重點。金錢唔係目的地，而係工具，幫助你活成自己想要嘅樣子。講到呢度，不如同大家一齊回顧下致富心態入面最打動我嘅3個觀念。第一，財富唔等於收入，賺得多未必代表有錢，真正嘅財富係你保留落嚟嘅資產。第二，時間比天分更重要。巴菲特之所以成為巴菲特，未必只係因為佢比所有人都聰明，而係因為佢願意用幾十年時間俾複利慢慢發揮作用。第三，金錢最大嘅價值其實係自由，係選擇權，係有能力決定自己想過點樣嘅人生，而唔係被現實推住向前走。或者致富心態真正想教我哋嘅，從來唔係點樣快速致富，因為作者知道呢個世界冇乜真正嘅捷徑。相反，佢想教我哋嘅係點樣避免做出愚蠢嘅金錢決定，因為好多時候財富唔一定來自幾個神奇嘅決定，更多時候係來自你一次又一次避開錯誤決定。而睇完整本書之後，我最大嘅感受係，財富從來都唔只係一個數字，而係一種選擇人生嘅能力。當你有能力掌控自己嘅時間，有能力選擇自己嘅生活方式，有能力拒絕自己唔想要嘅人生，或者嗰一刻先至算得上真正富有。最後都想問下大家，你認為真正嘅富有係咩？係擁有更多金錢，定係擁有更多自由？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如果你中意呢類關於成長同思維方式嘅內容，記得訂閱 Growing Club。我哋下條影片再見。